而家由 PK 大師報道，一次河馬被深圳酒店拒絕新聞。今日係2025年3月30號，河馬今日俾人發現佢去咗深圳一間叫做英樂酒店做直播，俾網民發現捕捉咗唔少相，亦都有網民通知酒店有人會喺酒店直播。酒店好有禮貌咁多謝報料者。後來發現河馬河伯拖翻住行李離開酒店，期間亦都有一位窩心嘅黑粉寶寶睇住買埋叉燒豉油嘅睇住去追星。後來相信應該揾唔到佢哋。據網民所講嘅，大陸唔可以喺酒店直播，而且而家河馬直情嘅人喺酒店直播仲收埋課金，所以酒店拒絕咗佢入住係絕對正常嘅。後來有網民發現佢哋拖住嚟返香港，大家又睇下網民講咗乜嘢。Joey Kong 講嘅都唔知有啲錢租酒店，而家做直播都係出邊做。Kelly Tang 回覆 Joey Kong 講：條老鹹嘢真係臨老唔過得世，天寒地凍，仲要陪隻肥西周街遊。Ken Wan 講：揾到佢，順便打110。陳傑講：直播現場問候佢啲啦人。Roy Chan 講：播歌。Helen Ng 講：高鐵站附近。Anthony Lu 講：又去住酒店，納稅人準時交稅啦。Chloe Chan 講：辛苦晒分士包包。陳大山講：真係搞笑，唔打電話派出所舉報。內地 YouTube 直播違法。Mo Chin Yan 講：麻煩徵信樓街坊時刻都要密切留意所有 CCTV 前後門5部佢都要。太監隨時都會借 DE 偷竊屈蛇，同時亦都要保留太監屈蛇證據向房署舉報。而家又睇下由河馬4.0群組黑粉寶寶分享嘅相片。